論係喺邊一個年代、邊一個地方有一個行業叻，都係必然會存在嘅。人對於呢樣嘢永遠都會有需求，你可以自己解決，亦都可以揾人幫手。正所謂飽暖思床褥，冇錯。今日要講嘅就係一個關於香港娼妓業嘅故事。早晨，呢條片呢，主要係探討同埋推介一啲有關香港唔同類型嘅文化大小事物，希望香港人可以喺呢個生活節奏急速、瞬息萬變、乜都要快嘅年代，用幾分鐘去到10零20分鐘嘅時間，就可以吸收到一啲有關香港文化嘅小知識啊！咁要講娼妓業，就首先要介紹下乜嘢係娼妓。傳統上，娼同埋妓咧，其實係指兩種唔同嘅崗位。妓精通表演歌舞、吟詩作對、陪酒吹水，仲可以選擇同唔同個客人發生性關係。咁所謂賣藝唔賣身，就係咁嚟噶啦。大魚煙佢賣藝唔賣身噶噃。而娼就係指提供性服務嘅性工作者。咁係香港嘅早期主要係以娼為主嘅。喺18世紀，澳門係一個中西貿易嘅大商埠。由於有好多嘅流動人口，所以當時對性工作者嘅需求都幾大㗎。咁係香港開埠之後，咁就有好多性工作者過咗嚟香港揾食。根據1845年嘅官方統計數字，當時咧香港已經有31間妓院啦，仲好生意添。但係咧就因為醫學常識落後，喺當時亦都未有安全套嘅出現啊，咁就導致性病大爆發。香港嘅第2任港督 John Fangs 戴維斯就認為最衰都係你哋呢班性工作者，我要將你哋全部驅逐出境，一個不留。但係戴維斯佢就似乎係忘記咗一樣嘢，娼妓業之所以會係無論乜嘢年代都會有嘅行業，就係因為有需求啊嘛。更何況係啲執法人員啦，佢哋自己都有需要去幫襯，咁所以呢個驅逐出境嘅行動根本就係千瘡百孔，兼且治標唔治本。娼妓業係香港都係繼續高速發展嘅，咁就直到去1857年同埋1867年，港英政府就分別頒布檢驗花柳傳染病條例同埋取締花柳傳染病條例，所有嘅性工作者都必須要強制驗身先至可以開工嘅。如果發現你患有性病啊，就要即刻停業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性病爆發嘅情況咧，係之後咧亦都得到改善，喺較為安全以及係有保障之下，娼妓業係當時再創高峰，而呢一行所帶嚟嘅經濟收益亦都越嚟越多。跟住咧就引起咗港英政府嘅注意，咁於是就向妓院發牌同埋徵稅，有牌嘅就係公娼，冇牌嘅就係私娼，隨時會俾執法人員破門而入。警察關門，道德爆門。咁你就唔好彩啦，係啱啱有提到嘅31間妓院，其實主要都係位於上環水坑口嘅。1841年英軍登陸香港，咁呢一度亦都順理成章咁成為咗香港最早發展嘅地方。港英政府咧一直都對呢啲妓寨好睇唔過眼，因為覺得影響市容嘅，而且咧又搶高晒附近地方嘅樓價，影響民生。咁就咁啱得咁巧，1903年水坑口妓寨發生大火。我都忍得你耐啦，於是乎，港督彌敦就將計就計，借住色情產業去開發當時相對上係比較荒涼嘅石塘咀啊！佢下令，當時係上環水坑口附近嘅所有妓寨，你都必須要搬到去石塘咀先好，繼續做生意。如果唔係，你就執笠啦。有嫖賭飲蕩吹嘅地方，必然係會好快興盛嘅。所以呢一個地方咧，就好快地由一塌平地，搖身一變，成為全香港最大嘅紅燈區，而當時嘅人呢，就叫呢一區叫做塘西。咁其後呢一個風花雪月之地，
亦都紅遍全中國。上海嘅胡葉里、北京嘅八大胡同、廣州嘅陳塘，喺塘西面前，你都行埋一二篇先啊。後人呢就稱塘西記寨。興旺一時嘅呢一段時期，為塘西風月，直到去1932年6月，英國禁槍，咁香港作為英國嘅殖民地，就梗係要跟機啦。港英政府就 set 咗3年嘅寬限期，令到從事呢一個行業嘅人有足夠嘅時間準備轉行。咁直到1935年6月，英政府就完全禁絕槍械，塘西風月就此畫上句號。咁歷史背景我哋就講到呢度。不過當年真正嘅玩法呢，遠比你想象中更精彩、更離奇。究竟有幾咁千奇百怪呢？留返下集再同大家慢慢拆解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！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啊！